肺炎是国人死亡率第一的癌症，讲是国病1.5都未过分，而死亡率为何会这么啊悬？原因就是发现了上晚，声带病照顾员工健康，规划50岁以上的员工低剂量电脑断层肺炎筛检。全院总共有660人同意受检，607人完成检验，最后检查出有21人确诊肺炎，所幸发现了早，会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肺癌目前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它的发生率、死亡率都是最高的，所以它是我们的国病。那这个国病对员工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四癌衰检里面并没有这个肺癌这个项目。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医院的那个肺癌的治疗成果是非常好的，等一下我们会秀一些 data 在上面，所以基于这2个因素，所以我们会觉得员工可能做一个肺癌衰检，对员工来讲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衰检的总共600多个那个员工，那里面有差不多2.6% 是真的有肺癌的那个部分哦，那我们是将这些病人都是做了那个肺部的切除，那个肿瘤的切除，成果非常好，大概95% 左右是第1期的，只有一个病人是第3期的肺癌，需要做后续接受那个最佳的化学治疗，所以这一方面的成果是非常好，因为第1期的治愈率应该是将近100%。肺炎死亡率非常的高，关键就是敢有一早发现并介入治疗。而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肺炎就是一项重要工具。声带病院外科部长曾尧玲指出，只要是50岁以上有食薰习惯，也或是家族内底有肺炎以及肺病个人事者，上好爱到病院进行相关的咨询评估，并安排检查。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